都两位按闹嘅咧台北市，有客家人哦，我唐人讲，全部同腔的客家人。真劲哦！下年6月，我老记青春来。今边嘅节目有特别嘅企划，我有请演做天阳桃太郎有名嘅林小楼嚟做音乐贴舞员，我嚟为大家小嘅客家人来台北大边嘅发展史哦。我是到了大概在国中的时候，然后有一天妈妈就家庭聚会的时候，然后妈妈就告诉我们说啊，你外婆是客家人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我说我长那么大，我才知道说啊，原来我有1/4的血统是客家人。林小楼嘅家婆係新竹竹北嘅行人，不過林小樓係喺台北出世大業，現在也愛當早就來台北落實。講起行人雙北，清早就做得對屬到清朝雍正7年，也是個建築了解我的公館建立總鋪，開始開墾台北市南區，下後青島桃竹苗嘅客家移民，就照羅斯福路來做中心，個慢慢嘅轉往南機場，還有其他嘅地方。今邊愛講嘅古話，就對林小樓嘅老婆南機場起事。那地方可以了啊吼，那有可以有像眷村，对要哪里啊？这个不是眷村，这是国宅。国宅啊。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在南机场，我在这边出生的。像这个忠义国小，我小时候1、2年级的时候就读这里。CS 也是通票。嗨，然后铁坝有一样吗？跟以前？变很多，这里茶懂的哦。嘿。摊贩这里都没有哦，一整条全部马路都是空的，而且还有公车在这里面。真平哦。对。那房间啊吼，可以有差不多有几台？8平啊。像我们家有5个兄弟姐妹，加爸爸妈妈7个，就睡8平的感觉。但8平厅，嗨，这有办法住得进去？有啊，就平躺啊，全部都平躺。真平哦，两个几家待30平，我还觉得太小。你们以前7个人，对，住8平，我们一除以7的，等于说一个人分到的平数是1平1平。因为小孩子很小嘛。哦，3时间。南機場工業崛起，係行人的台北市嘅重要起重地。林小樓今邊啊，係當當約嘅一個龐大哥，而嚟為大家詳細了解南機場嘅頭來面戲。香旁通哦，咁而家頭鋪會買嘅頭，龍喜頭，龍喜頭，老鄉利通用啦。哎，老鄉利，姓李的跟姓洪的，他的堂號都是龍喜統。哦，龍喜統。頭擺啊吼，要不有得客家人。那你歡迎網來嘅時節，繼續頭擺嚇，你要搭配凱達格蘭平埔族、雷里社，一大位社，大家分佈出多啲，搭配一出到公館嘅搭配。龐先生進一步解釋，後來也是建築了解我來到亞達嘅，然後平埔出現交通過後，行人就開始嘅開墾嘅歷史。南機場一片係新店海，還有太行海嘅用水角，天較大霧，接會飲水。清朝時為亞達嘅就係練兵場，還有發嘅田撈做香片嘅香片發現哦。當日本時代嘅時節啊，這麼好多南機場，因為太平洋戰爭開始啊，你就講嘅北片的很多窮山機場。你阿會頭擺，哎，你唔對有機場，有胸片嘛？這以前這裡就真的是機場，所以它叫南機場，是因為以前松山那邊叫北機場。以台北來講，這就南部。不養機場的，旁邊全部都田工，還有種安茉莉花，懂冇？超，種竹嘅啦，種係是按樣啊，一搭配頭，最早是條河巴啦，所以你係充基地啦，國民政府來嘅時間。就是軍用地區嘛，就軍方接管，那軍方接管就青島軍營，那青島軍營都了解吧哈，它不是蓋那個軍艦嘛哈，所以它這邊呢哈，不都是自己打，跟度度哈台北廣州比對吧？你其實各方面呢人工啊，做水泥的啦，種菜啦，其實講到種菜，其實你也搭配高級的，就你也搭配高級的。我記憶中，我小時候我就是都是去偷摘人家的菜，然後偷拔啦，就在這附近。就你也搭配好，剛好度後有一家嘛在裡嘛，垃圾場。媽度了不要？那垃圾場頭擺個垃圾全部有機的，就變肥料。這客家人啲咩？
做的中菜其實咁爽嘅，老公注意做水呢，老人做工，所以做起來咧嚇，睇啲個線量特別，哎呦，為數好大下片，因為我浸水清多，有辦法去做，一做睇啲為數就恐嚇啦，比如標。哦，我講。所以客家人比如係要跟乜跟陸續嚇，是的，都要提防。物價千便宜嘅南機場，喺1963年有為大變化，變作為台灣第一批國民初測，係喺外邊指定愛參觀嘅大同屋個。雅木卡可以帶哪一間？哎，我小時候就住過上面那一間。啊，真的哦。對，其實基本上南機場它有分1棟、2棟、3棟、4棟，然後到11棟，我幾乎每一棟都住過。哇，為什麼可以每一棟都住？因為小時候經常搬家，經常半夜爸爸就帶着我們就這樣搬家了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應該是在跑路了。怎麼可能跑路也要跑遠一點啊？就是小時候家庭環境不是很好，沒有那麼好，比較顛沛流離一點。對。哦。但是我要介紹這個樓梯呢，以前它是一個垃圾箱。對。我們要倒垃圾的話，就直接從上面就有一個洞，就可以直接丟下來。我是會直接就鑽到那個垃圾堆裡面去抓蒼蠅。哎呦！我們在比賽抓蒼蠅。死時嘅無馬後教你抓蒼蠅。誒，唔過之前特別在樓台喺運動乜解名？蔡天有呢飛天回旋梯啦。哦，我跟你講，他最厲害。小樓不單回旋梯啊，前梯啊，後梯啊，全部摸呀。哦，懂貼邊，那是你下好啊，貼邊都話好，蘇打綠啊 ，MV 啊，都了不起呢。哎呦，係啊。古說，你屬於。看看好嘛，係咯，三浪機車講嘅，跟住用翻，過來。真的改變很多哎！我剛剛講的這一根管的底下，它有一個大洞，現在那個大洞它也封住。哦，現在是寫請勿丟垃圾。這貼紙真的很特別，這叫飛天回旋梯啊。對，這有建築之美，這一顆倆空有嘛懂講哎哈。氣候嘅時節哈，非常管理非常好，是加公共空間侵犯。對，以前我們曬衣服啊，就那個竹竿有沒有？你看到它現在其實還有。哦，有。我們曬衣服，它竹竿就是披在那上面。他們講啊，記得喺葛樂里颱風，民國52年嘅時節哈，喺規劃哈，喺板塊道路啊，水塊道路嘛，找那那個堤防嘅土堤啊，加在青島違章建築，因為而家浸太水，規劃浸太，因為違章建築哈。可以處理嗰條鹽啊，做氣啊，咁氣候嘅時節哈，嗰隻時代哈，民國60年以前哈，很多火把改變啊，用火看過來哈，規則哈，特別是啊，看過來唯一是哈，會有火慶講啊，出了特別。好，然後呢，外國人哈，去參觀啊，啲台北嘅金鋪啊，外國使節啦，外國華僑啦。全部來參觀。哇，有馬桶，抽水馬桶。我今天才知道，原來我小時候住這麼繁華。雖然只有8坪，但是算以前的豪宅哎。對，外國人來這邊都要來這裡參觀的。當時嘅南機場翻嚟屋，全部水密度1264戶，天線全面地下化，8坪到12坪，55000的元就買得到。過後又連殺起嘅第2期、第3期。客家第3期嘅建築就有濃濃嘅客家特色咯。這一棟聽說懂貼邊什麼？你第3期啊哈，慢慢有概念，你用三角形啊，如果呢哈，你起到時間哈，先成技術個，用條嘅圍路嘅嗰種嘅感覺，就講大家發通嘅通線啊，對唔對？做得哎呀，通透啊，全部連得到。古數你會帶最多嘅客家人衝嘛？你帶一道客家人。哎呦！第3期啲老輩看起來係普通6層樓嘅翻嚟屋，我行入去，將感受唔到佢嘅玄機，還有奧秘。哦，真係懂貼邊呢！因為在社團啊，已經25年吧。是。那該社團案厲害。25年吧，我看到我離開學校已經30幾年。哇，重點你跟同學差不多一樣高。他這邊。好。
头摆，亚都泰六街那土楼，你有看过吗？客家街客家的那个客家的建筑，客家土楼，就它只是现在换成砖块。如果你是用以前的那种土堆弄起来的话，就是很像客家围楼那种感觉。哦，它这算是现代版的土楼。老师，这个是比一期还要再更先进的这种建筑。停欧拜是算了，还看货车都可以开进来了。不，欧拜跟货车全部做的啦，很厉害哦。有进步就在思考啦。真眼光，还有给它散布啊，把个东西啊，全部啊，好塞到外面，超猛！它一层你看有多少户，你有看到？所以我不知道这一边是以就有一点用客家人的那种建筑。你聽到客家人，來啲搭嘅嚇，聽到客家人嚇客家，佢平常種菜，好多啲做蔬果。你看天鳳真嘅好保留下咯，你要看到愛用嘅建築啊吼，冇天鳳嘅是你也會聽嘅，這個就是客家土樓的概念，而且其實就是很有保護性。它現在這裡是屬於中華路，是屬於市中心。市中心。對，所以那個時候市中心有這樣子的建築。哦，冇簡單呢。來拍這個節目，然後我才知道啊，原來有這麼多的客家人，而且南機場的建築，然後用客家的那種鼓樓啊，很高興哎，我能夠有這個機會參與這樣子的節目，然後讓我了解更多客家人的一些傳統的文化建築。無數人讓我講吼，你要不要吼？一層啊，這麼多戶啊吼，每戶性能又都不一樣。所以話係你推通一下，嗰個塘口潤通嚇，塘口潤通嗰時邊，咁啊，頭咪同刮起來，刮起來，哦，呢個都精彩，我哋精彩咯。真件係冇想到喎，出嚟當唱客家土樓，沒有天陽重建神拿嘅感覺，呢度廣告咪接來鴉片刺激咯。南機場翻嚟喎，氣候過後，咪開始去記到嘅綜藝角色。林小亮入六個戲劇學校以前，就係廿大位嘅學生嘅哦。兩位懂到客家人冇？有客家人冇？有。哦，真嘅啦。不錯，兩位真嘅有客家人帶到兩位。對。哦，唐颖講啊吼，因為在社團啊吼，已經25連霸。是。嘛，該社團按厲害，我唐老上哎。看看。看下你寫名啊，寫我用我按厲害好冇？好。你要做哪個？哦，來哦。是柔道哦，係認真嘅學生嘅哦。綜藝角色啲特別是國中小學教育比有套金票水地度，創下25年來大體驗嘅紀錄哦。先生，我問一下，你差唔多啊，你同學差唔多幾多歲啊？大概是3年級到國小6年級這樣。聽說已經是25連霸了。哦，是。25連霸，我看到我離開學校已經30幾年。哇，重點你跟同學差不多一樣高。差不多恐龍狗哎，這個年紀這麼小，你在看，他會摔人嗎？他初學者，不過他會。真的？是。他摔一個人，我們看一下吧。1、2、3。哇，掌聲鼓勵！他很害羞。懂電影像的啊。懂電影像就是很可愛。懂電影像。懂電影像。哇，所以說從年紀這麼小就開始練習哦。他是因為緊張，不然他平時的表現更好。殺氣很重。是。哎呦，那你們這裡哪一個是那個？成績是最厲害、最好的那一場。女生來講就是這位小朋友啊，真的，她曾經獲得全國角力錦標賽的冠軍。教練講，佢呀細夢細哦，必須記下，佢是係一類大師輩嘅電工細下妹嘅。好，準備，好，聲音出來，這麼瘦，他剛才摔的是整個這樣子翻過去哎。哇，長大的話，當她男朋友要小心啊，是，不要劈腿啊，劈腿直接就。來，我來跟他對抗一下。真的嗎？來幫我拿一下。來啊！幫我拿個電話好不好？來啊！他這邊。好。徒弟一半。
学姐一定来这边，当然也要跟学弟妹来切磋一下。有没有哪一个真？你跟这个看起来练家子，要懂厉害，这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因为蔡老师曾经获得台北公开赛的第3名。哎呦，是。你不要开玩笑，你刚刚找那么小一个，换我就要换那么大一只。我摔这个好了。这个来，你摔我吗？你摔我。韩继美，怎么走？抢手。怎么走？快抓手，抓好啊！你哋會學生有里邊都有客家人嗎？這裡有沒有客家的小朋友？有沒有客家小朋友？有哪位？注意了，客家嘅油湯高手未來之星就愛出現嘞。該你香嗎？該你姓什麼？鄭。哦，鄭什麼？鄭成功。鄭什麼？爸爸是客家人還是媽媽？媽媽學過一點。哦，媽媽學過。哦，所以媽媽是客家人。客家人。哦，那你呢？你叫什麼名字？啊？郭思穎哈。哦，那你爸爸是客家人還是媽媽？都是台灣。哦，都是台灣人。都是客家人。都是客家人。你叫什麼名字？陳宏修。那你這個爸爸是客家人還是媽媽客家人？姑姑客家人。哦，姑姑那邊就是爸爸。看到我的學弟學妹這麼厲害，他們還可以25連勝這樣子，我真的覺得很棒。果然是桃太郎就學弟學妹，讚。總理的笑，客家人有名頭。小龍姐，你看突然有一家梯縫啊，嘿，馬家梯縫，就住在總醫國小對面。嘿，這一家呢叫做櫻桃百貨。哦，那我小時候我們的制服啊，什麼都是在這一家。以前制服要繡學號嘛，對，都在這一家。真嘅咯。而且重點是調假牛是客家人，調假牛係客家人咯。係。哎呦，人家客家包講嘅啲來啲好誒。你可以看一下哦，調假牛請問下你姓乜㗎？我姓文啊。姓温。香文。人家頭講會乜嘅頭？太年同，調假係啊？有。哦，咁調巴佢你國小啊，調巴去繡學嘛，佢全部都人家去繡學啊。真嘅哦。有面熟，林小龍，有熟悉嗎？我是讀中義國小的。對啊，調假姓乜嘅？姓魏。姓魏是什麼？記錄。啊，記錄堂。哦，記錄堂啊。哦，都哪位啊？300。苗栗300。人家因為很多櫻桃百貨不叫什麼柳丁百貨、西瓜百貨啊，按頭稅購。有想到啊，有想過，因為當時沒有水果店啊。櫻桃好。還是調假用長得像櫻桃。小總唔好凊彩講笑啦，店度除咗賣制服，賣賣日常用品，其中一種櫻桃香茶菇，調假知道包裝紙一張，故所就用櫻桃來做店名。第40年前開店幾下啊，店門口嘅一條路是喺千浪人嘅上圈，當時店度賣嘅啊都係千時行嘅商品，賣千好嘅還有一種頭拿毛油。哦，這個我爸爸以前都用這個。你看看蜜桃是油脂的啦，你要它抹。啊，好懷念的味道哦。因為有。我爸爸都用這個。哦，真的。真的。你爸爸都用兩個啊？哦，你看。睇到阿爸爭油嘅面試，林小良又感動又歡喜。雖然講一下嘅生意冇頭擺按好嘅，調假還係唔盼得關起來，認真鴉片要記下到太多嘅回憶。台北真的很少能夠看到這麼傳統的這種，真嘅呢，對不對？因為你啊吼，做到錢多呀，懂多了位啊吼，算啦吼，客家人懂腔嘅，對，在西區那地方又買到懂特別的東西，在你這個地方我就都給客家。真的，因為好都不知道，好了錢啊，好了教呀，好了看呀。林小良這個世界睇嘅南機場，可能就係行業歷史嘅，近邊嘅愛機也可能係早就主張嘅。
因为经常看到新闻有在报道说南机场要整个拆掉都更，然后甚至于连忠义国小也要拆掉。忠义国小的那个地方，它要把它改成捷运站。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的缘分，然后可以在这一辈子还有这个缘分回到我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，然后真的蛮感动的。我好感动，狗片警察，狗片孔是相反的糖号，你还嘛干？阿公，你送去旁档哦，安可安可。阿公不要买下去啊！阿公。離開嘅南機場，林小樓帶小組來到為羅斯福路地區，也特別咪係啷個一個客家人嘅大本營哦。你現在要往前面走。嘿，我會請一張絲綢，馬個龍前絲綢。絲綢。對哈，個色都了位。你這個用看唔到絲綢都了位。對。哎，了位有賣色咧。哎，了位有隻絲綢啊。絲綢在這裡。哦，按蟲。哦，小豬啊！有，那馬該絲綢啊？用菜市場。魚香馬該？我想起，我想起。魚香起，你香起。什麼叫南香起？他說他姓徐。我姓徐。雙人徐。咁人家同好嘅馬該同。同開同。你時常乜客家嘢？我是咩客家嘢？用泡麵，香油。其他基地兩千市場不為50人嘅，佢講也期有千多行人開店做生意，今邊就寄來帶路，來為客家鄉親點下名。明天來會客家嘢，討厭啊！客家話會講。我教你講，太假來買水果，太假來買水果，大家來買水果，太假來買水果。賣幾多年咧？賣多少年了？有冇卡度呀？大概有10年。哦，有10年咧。這間果子行係頭家養嘅阿爸開嘅，一下舊本記老老公搶下來經營，現正品質好，家私公道，生意也好多難唔得。要紅色帶綠色，它是有帶綠色。哦，紅色要帶到這個綠色呀，這個顏色皮啊，裡面有點綠這樣子。哦，有點。我覺得，你知道剛剛你要講嗎？懂聽。龍前市場係一個合合嘅傳統市場，頭擺行人雙倍發展，一個來做盤，就形成了安尼一個當特別嘅客家商圈。也係嗌個開嘅店，長個開有10年呢。有10年呢。哎，人家生意懂好，你看一下，菜全部賣起來，菜全部都賣得差不多了，生意都沒有好。然後比賣便宜啊，比天台賣。因為我們客家人都很隨和，所以要買菜就要找客家人，對，要有客家精神。買菜我請客家人，討朋友買客家人。一間長菜店，還有幾下嘅果子店，都係強風人開嘅。來特別發展嘅行業，單做生意來落實，讓我哋嚟取意思送意來存錢。阿爸你好，你客家電視台啦？我就做那個房屋啊。哦，你在中立哦？對啊。香港嘅啊？做那個房屋的話。哦，姓黃啦。我姓馮，對，黃爺爺，馮爺爺，龔蝦糖、江夏糖，炒到那位電影嘅啊？你們小仔。小仔蘇雨傘，這是他的給息。小仔，你看到按多東西，那冇看過的東西誒吼。這箱子差不多50-60年了。哦，這個箱子50-60年了，你看到冇？哎，剛你有冇想要酒倆仔啊？馬啥搞你？那就切個殼啊，切個殼嘅。哦，加功夫當鋪。真嘅咯，咁古種你要不卡仔，嘛個擺的全部。全部賣很皮啊，還是拿來滾幾箱還少。啊，真嘅咯，東原本拿到。當多。今年80太郎嘅王阿伯，來特別咪要記下生日咧，現正都唔掉退休過後太閒咧，幾年前正仔個出來擺攤咧爭仔，結果啊仔快睇咧，歡迎大家拿來爭，安尼較環保啦。哦，其他字，你係考不考？
佢係仲有紅嘅啊？係啊。哦，互動嚟咧啊！好古早唔少人嘅了。因為有啲地方凍到客家人哦，當。我哪會來啊？全部來廟裡啦，吼，桃園啦，新竹啦，全部較多啦。最最時來咧地方所以做乜嘅？種菜、買菜較多。哦，種買菜啦，買米啦，全部有啦，買水果啦。哦。下一輩你會食東西要注意哦。是啊，邊吃哦，行後生哦。好食。跳càng nhiều cái đồng bồi ồ là trồng rau hồng mai đồng xí ồ là rau đồng yêu hao ồ cú số留下地方吼，老其他節吼買一下咧種肉菜啊，吼做一下吼冷點食啊，燉補啊，對身體嘛要拿動2包嚟做一補補啊。哎呦，白色哎你身體裝冇2包唔啦。是這樣的啦。客家也是太瘋，真的。其他之講，頭擺鴉片要千多客人啲鴉片做生意，一下以為退休嘅，以為細隻嘅。唔過對chấp院古田茶頭，冇超推天睇了茶頭出來，行左片，行右片，行農地度總係有客人嘅腳跡。誒，你看有讀到啊？你條講你屬實嘛？是啊，牙菇嘅啦。哦，牙菇嘅哦，哎呦，哎，該你買乜嘢東西？買麵啊。買麵。買油米糍嘛，買油飯，誒買全部買油嘅吼，客家嘢東西買油嘅吼。我起來啦，來啦。太子。太子。成年跳無限嘅啦。對啊。太子，咁你客家天時，你可以來上班啊？有客家飯條冇？有啊。有。客家飯條你點樣食？好啊，來啊。睇麥㗎，睇麥嘅麵。有意麵蠻好食，麥嘅糖好嚟，要麥嘅糖。糖有啊。有。豌豆湯。好，哎呦。豌豆湯幾隻價包嘅？7價包嘅。我肚子好餓。客家阿妹嘅屬雞係有名嘅好，要千到台北嘅客人就像慢妹子強約，開店嘅賣小食來落實。客家寫嘢呢，板條，啲菜蛋檔就皮嘢到尿尿嘅客家米，就啲麵點順頭，也見可能就啲係客人啦。狗片底茶，狗片底是香港嘅嘢。狗片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狗片孔是相反的堂號。哦，是。古時候客家人很以自己的堂號引以為傲。古時候他只會用自己的堂號來當做店名。太狗你好，請問一下你姓乜嘅？范。來姓范，你哪邊過來嘅？竹東那邊過來的客家人。嗯。哎，因為我對客家客語完全不通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加強我的客語，把我曾經失去的，而且重點是我有1/4的客語血統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客語學好。阿公你好，阿公，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哎，客家電視台啦。啊，客家電視台啦。客家電視台。嘿，你幾多歲？87歲，一點二開嘅啊？係啊。古時候該給他拉誒，修理自行車有修理機車，3個拉，全部漲。這麼小一家店，它太個天理公司，太個天理公司。哦，天意拉咯。要天意要好多張好多誒。啊，第3呢哦？要第3呢？誒，剛啊從參觀一下吼，該看到該有動特別咧，你係乜㗎？阿公，做旁檔誒。你要送去旁檔哦，你要做的摘你送去哦。摘東西。你做的示範一下，你有看一下冇？哦。因為啊吼，你下背冇按胎，古時候以送買不用東西啊。啊，不用東西。你做的抽空空嘛？啊，不用灑都得嘛？哦，你先上。啊，你上去懂特別咯，有唱演唱會嘛？怎麼會手機？拜拜，安子誰？謝謝。哎，安可。阿公，阿公，表妹下去啊！阿公，阿公聽不太清楚。因為安口的關係，我們就下來了。要電梯懂特別嘞，
标东西耶，按东西，因为东西跳虫的，按它懂偏错嘛。哎。啊，姑说你那边去2楼没有楼梯？没有。我就完全靠这个。那万一停電，你不就回不去了？來啊！用來啊！哦，可以用來。細到無法講嘅小天台，就係阿公嘅傑作哦。現在也特別動檢台台，有千多學生嘅未來，還講有一道客家鄉親，故所講是阿公送俾嘅客，就托啲呀開店，自行車、奧多麥全鋪漲。阿公你87歲啊，咁你嘛個時間過了了開了店呢43年了台北，開60年呢。有60年呢。60年在這邊啊，那竹東那邊還有有肉包嗎？阿公婆竹東唄。哦。阿公婆。掛枝還是乜竹東咩？終於回去竹東去拜祖先。還要回去。咁人家銅開嘛個銅？啊？你喺嘛個銅？我嗰種果片湯啊。果片湯。就算離開家鄉，喺東北打拼，客家子弟還係留老祖公嘅同好，還有傳統，沉沉嘅基地老師度，做唔得配做，也就是行人。看到冇？你要俾客家人真勁動作，錯冇？哦，完全不知道，走在路上到處都是。你看，一不小心你又走過頭了。我跟你講，看到這個紅色的這個蔥就知道，這客家人會用到的東西。最喜歡用的。最喜歡用到的。阿爸們客家人冇？客人啊。香橙還是香橙？銀川糖。銀川糖唔錯。嘿，咁你要落無都那邊？係落無都新竹本心。德興彩藥。咁你呀，你有冇上開一家書店？頭開始主要得讀書啊。其實我是交大的，我是奶奶交大的。紅色的這個蔥就知道，這客家人會用到的東西。最喜歡用的。最喜歡用到的。阿爸們客家人冇？客人啊。錯唔錯？乃是講一定係客家人。看到這個就知道是客家人。客家人做童演，還有你在身邊的時間。糯飯。全部會用到呢東西。油飯。你有冇到呢杯粥絲啊？我結婚係上去台北。係。阿姨客家工人創3個，結果有老闆娘同學。一講到客家山歌，小眾隨又來2句，太子講見笑話，唔好意思錯，點到喺順頭傳來嘅好聽嘅風聲呢。太子，剛係創山歌啊，偏子歌嘅時節啦，還是唐舞都了會唱？冇，俺唔要唱誒。給他山歌好聽誒，他的聲音很好聽誒。冇。對啊，便宜。張啊年，離落呀心啊年心哦。沒吧？沒有我不是唱這樣。那你唱，我聽看看。唱小調來。張啊年，離來呀，梅樹啊花開。哦，娘啊子，偏子冇人地喲。哦，那是另外一首啊。該你鄉嗎？該？鄉里。鄉里。木子李。姓李的跟姓彭的都是什麼糖？龍死糖。人家蘿蔔都來杯。來蘿蔔，米濃啊。米濃嗬。米濃。誒，你喺乜嘢時間來一杯開店？來開店82年啦，我差唔多。哦，咁唔一樣。你喺乜啥？愛欣賞。哎呦，來。蘿蔔咩？哎呦。欣賞哦，用。條架，唱滿一下鄉嘛㗎，因為同開節目㗎。香球，姓邱。香球，你看同開嘛㗎同。同開中實地。我跟你講，他已經比那個唐號更厲害。有這個什麼中實地啊，還有什麼清乾地啊，這些都是比唐號還要再高。因為他這些都是皇上受封給他們的。你來看到。如果裝飾的哎呀火啊，都這樣。咁你那邊開間眼湯呀，朋友講，你白色人年過來嘅啊？問題做以前錢係廠我附嘅，我廠唔到嘅。平時都嗰隻做嘅天數。那天數按我做生意，就開了按照做成冇做嘅。當然了，這樣做。按來做生意是難，哦，中醫是難。來這邊
你的用啥就米农熟食诶，结婚诶，蹲哪位？那边穷啊呗？啊，本期偏的遐。搬到哦，做骗来的。做不抢来啊！抢落来啊！你那边抢落来？你又蛮熟食的咯。相亲呢？哦，真的。见面200。见面200，是结婚嘞。哎呦，只见过2次面就结婚了。哦，你拿说做美人呢？你人那娘厝呢，过娘厝还那回去，回家说哎，在看什么哟？我在看，那个人有这样中批两包红包，一个太薄嘅西包，太薄咧，你看到介包。杂有什么嘅？啊，若无介个西包嘅，太薄人那边树叶，那边无介意，就1个礼拜都要退转。哦，不管喜不喜欢，都要准备2个红包。这个是客家的习俗。哦，你要这可以学习。对，如果有喜欢的话哈，1个礼拜之内哈。家里不能发生，杯子的碗筷不能打破。哦，真的哦！打破的话，要记住。那万一不小心很喜欢，结果又打破了。就是那回就是你把踹条毛就踹条毛是毛。頭家來台北已經62年嘞，前早喺台灣區開鐵條店，過後留長面路來學小食、綠色，賣嘅係客家口味嘅油魚羹。好了，來姐，好食，還是不你太紅包，唔好食，吃西紅包。也見第4台路2004從附近嘅油魚羹店，店雖然細，實係接潮南面行嘅美食。店度未賣客家板條，特別為油魚羹一定好。頭家託2種油魚，北海桃油魚切底來做生羹，阿根廷油魚切細塊。在個包入其5嘅5種度，也就係人講嘅客家風味油魚羹。好吃嘞，好吃哈，我没有很厚，很好吃，比一般的那个 Q。对啊，你再咬，你要水洗的咬得到。这个吹啦，吹，然后用会硬用的都。还有切的一小块小块的里面，吃得到，然后这个鱿鱼就又嚼劲。对，按照安排卖没？对。他说，如果他为了确保新鲜，如果晚上还没卖完的那些东西都要倒掉。下次你还没卖完，你要倒掉前跟我讲一声。我倒是倒掉，这个给问中啊，难问啊。我拿回去收回去，我可以当家。这个辣椒，辣椒，这是的吗？要自家做诶，自家做诶，那个就是一种地形啊，最细粒诶，龟。哦。哦，冬菇用来收，冬辣的呀，一丝丝收哎，一丝丝收，哎，是哎。现在的。哦，会吹，会吹，它干辣椒，哇，辣椒一丝丝，哇，很辣哦，不要这是在那种，那都是董香，哦。这是北海道，北海道哎，北海道哎，这个是这个好像是阿根廷的，阿根廷的，不是我们惹都两个，很辣哦，哦，辣到，哦，你夹，你沒夾，哦，自家做嘅醬辣辣椒醬，咪係店度前有名嘅招牌，接有人行實體，出招貴個買進去。雖然講是係一位油魚羹店，不過頭家唔忘本嘅堅持客家美食。希望老客家嘅好美食還有特色傳下去。頭家講啊，也特別嘅客家鄉親都會相互照顧，現在大家都有出來打拼嘅窮樣背景。客家酒店也特別冇意見，有另外一類豪門東寶嘅客家子弟，佢唔行傳統路線，走定長江以圖嘅高師，開書店喺新天地度出條天。哇！你看到沒有？條家，哦，條家都亮了，哦，條家，你香嗎？該？香城，香城，爾東城，香城還是香城，銀川堂，銀川堂唔錯。該你要落無都那邊？喺落無都新竹關西，關西7公里啊！哦，7公啊！7公里哦，10公里啊，7公里啊！哦，做嘛？溜崖天花係啊？咩啊？邊靠崖落無啊？崖落無係啊？哦。德興彩藥，咁係問下吼，咁而家用唔用上開就啲書店？頭開始主要
也嚟讀書啊。啊，讀書嘅時節咧，因為啲文科嘅書啊，唔係幾好賣啊，而賣出千難啊，家民國60年嘅時節啦。所以我是想講吼，當面我要都該讀研究所以前呢，都南田書票打工啊。這個打工呢，一方面是賣書賣出興趣來啦。所以呢，我是想講，南北畢業，做來開書店。啊，開書店呢，盡量留文科嘅書啊，集中起來，跟大家分開兩邊啊。所以這個才是真正讀台大的。你真你讀，其實我是交大的，我是奶奶交大的，我從小奶奶交大的。咁唔開啲名，很多銅山書店有特別嘅意義嘛？有開啲乜書店名嘅嗬，好響亮嘅啊，嘟嘟家是這個你是從銅山過台灣哈，無帶乜解？無帶飯店錢，無帶飯店錢，沒帶半點錢，無帶半點錢，佢帶棟到書本睇㗎，按到書。梗係我退租啊，我退租無帶半點錢。哦，古時我講佢真嘅啦吼，無往注重點，他就你看家書店。是，你看到是銅山書店。對，你看有的店，你看有的醫院，它就是清河醫院。對，有的機車行，它就是高客家人真的是對自己的那個文化是很注重，這個真的很重視，不忘祖。哎，你看學識啲精神，客家精神，係啊，客家精神是昂大鞭子，昂大鞭，係啊，哎，真嘅哦，然後了不了，真個請到啊實體的買書嘅啊，冇到咧，建設大家愛來支持，咁有看過嘛該，俺買書條擺有那種有啲書有進出做唔得賣，咁有嘛該干上，係。大家開書店是30年前，戒嚴難戒嚴啊，但是呢，領導事件高騰的啦，可以有領導事件，所以剛好台灣整個社會力在爆發，該次睇到出個武，哎你好，青島嘅禁書，好多武術啊，而且唔係日多啊，但是呢，我當然我發現一隻念字啦，母親之後，買吼，好冇事哦。人哦，有源頭啊，不重要啊。但是買吼，其實睇到來沒收啦。哦，這邊沒收，很緊哦。有真的穿錢哦。所以剛剛是買青島買武術啊，東河買。東河買，穿東河錢。啊，都聽聞咧，老嘅警總嗰個特別來夫妻來。我收書嘅那個朋友，收師誒，老朋友，差不多都年代哦，自己而來啊，是不是？他空起來，戒嚴之後就冇問題啦，買書是買得嘅啦。現在買嘅書全部買，買幹嘛？武術嘛買到，縫嘅書嘛買到。人頭家係小本嘅文化人，冇買不大不切嘅書啦。佢閒啲點都使嚟客家書識在起。點點嘅為客家文化來簽一份心力，今年我轉到西門町，也係客家鄉親，成年咪係做動態喲。呢個地方是世界有名嘅西門町啊。對，西門町眾多有名的商店，不過呢家最有名。哪一個？就是這家，看到排隊的人潮了沒有？吼，冇上到啊吼。你條家哦，而且客家人啊，老天路我知道很久了，是邊位？是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客家。客家人，係，真嘅，夾突然過來請下你條家好冇 ？OK， 夾。好。你有冇買哪個東西啊？買到最好。有阿三馬青春麵。阿三馬。哪位落去年客最多？阿三馬都香港年輕人。劉德華，其實最終於來選一屆阿三馬，錯冇？頭家係行業，路面嘅生意係對外省老師傅學來嘅，不過夜間店嘅有名，才啲頭家數學發揚出來嘅。咁你啊，好帶哪位？頭擺在對他，那啲公館島裡頭。
我介天鳳啊，介你有買來到了天鳳做生意啊？應該40年左右誒，泰國作品轉來以後，來台北。做目前做個店業，34點可以中央市場賣東西，買轉了又要水槍了，又要滷後葉，又要拿人賣，當辛苦。不過一旦做滷菜嘅人都冇想做，用慢去做，泰國做，假啦，有做好的啦，客人有什麼反應，他就一直改進，心裡也沒有什麼秘方啊，就是認真用心下去做。會賣，做介會賣，中華傳統天龍東，黑呀黑的嘅，那個廚房也多嘅，滷後葉拿到對面新城醫院，新城醫院就遐錢櫃，遐插地方錢櫃，就當時個慶老年。古時候看天讓來吃的，太搞笑的這東西，是色料滷味，條把個布薯嘛，都滷往是我白色啊，天陽煙都往模擬看到，當來當去。哎呦，所以看天陽吃滷菜是慶火。有家講，這裡一下做到按寸切，就連機器家都嚇到誒。成功嘅方法，佢認為應該係佢行人堅毅、留堅持嘅身體，做唔得認真整理好產量大，水槍落路嘅條路就凊彩做，唔10年來品質冇變，將會有進步嘅按好嘅整理。哦，很軟哦，很 Q 哦，感覺那個膠質嘛懂多哎，而且那個滷汁全部進到那個裡面去了。懂 Q 了，懂 Q 了，在懂 Q， 懂 Q 都冇吃耶，懂 Q 就很舊的意思，懂 Q 就是很 Q 嫩的意思，懂 Q。泰國，我問一下你香嗎？該？香蝦，香蝦你口風會嗎？該？布書頭，姓謝，他就是海绵寶寶裡面的謝老闆，謝老闆，他的堂號就是什麼？寶樹堂，布書頭，寶樹堂的樹。該你睇瓜子會中這 logo 嗎？哦喲。喂，香港長業16，客家精神值得敬佩。真的。安之 sale 對吧？安之 sale。辛苦。現時店度嘅生意，就交本車木市兄弟向下經營，絕對唔搬家，為實現行業耆耆嘅團結強夾力。行業有名堂，讚！觀眾朋友，看睇今日嘅節目吧，你係唔係對行業啲台北嘅歷史以為行較深嘅了解呢？對同山高台灣，這個世到台灣各地，行業願意係什麼大變嘅成樣，下個精神係為願意傳下去。